请问肉脚这个词是讲一个人能力无够好，啊，一开始你敢知影伊是用咧形容什么款的人 ？A. 运动表现无好的人 ；B. 跋筊能力歹的人 ；C. 大箍的人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跋筊啦，跋筊。跋筊，哦，A 啊，运动啦，肉脚应该是即摆来讲的啦。你做肉腳，叫你做肉腳，你做肉腳，你做啊，伊可能你題目6000嘅題目，較簡單。大箍的人。跋筊較歹。我是運動表現無好我感覺是大箍。你剛剛是大箍，咁是大箍啦，你肉腳啦，你伊就肉腳，這樣有吧？你腳就歹。你看你腳，咁是安尼還是跋筊的？啊，伊肉腳無好。最大迄款。我感覺人講你是人表現啦。你剛剛運動表現無好。表現無好啦。即馬啦，伊是講即馬是上早是安怎？嘿，上早是安怎？上早是安怎？上一早。上一早呢？上早大箍來。大箍啦，好啦，落來咧。來。快點哦。好，來，你的答案是。我鎖定我大箍的人。好，來，咱來看一下 C 大箍的人，對唔對？哦。小姐，智慧之星，他早就講應該唔對呢，應該唔對啦，應該唔對啦。你聽到聲就唔對嗎？沒有知識啊，我嘛無啥物想法。我感覺是跋筊。你可以啊。伊剛是跋筊哦。哎呀，阮莫搁加想啊，有感覺就來。好，來跋筊，跋筊歹啊，來，跋筊咱來看一下跋筊哦。拜託拜跋託。筊能力歹的人，對唔對？非常了不起啊！你就6000了吼。好，來，咱來聽老師來解說。咱講肉腳，但是有人講肉腳，啊，本來咧講是敢若攏肉啊無骨頭啊，敢若做軟食做軟肉迄種型啊。嘿，啊，早期是用伫咧講跋筊，做韓版跋筊的。跋筊。肉腳啦。本來是咧講這，咱講腳腳，吼，這個腳腳是肉腳安尼。哦。